各位觀眾朋友，大家轉到節目嘅現場，今日新聞幕後嘅單元，帶下來關心嘅是係兩個禮拜日呀，強勁嘅在國到台灣附近嘅空域來背哦。韓國呢，同呢個細節，美國同時未批准嘅新義傾嘅對台軍售案，啊對兩岸關係來講呢，帶來為哪條影響咯？今日請到嘅係長期關注呢個國際戰略嘅資深軍事記者祁隆義，祁大哥你好。主持人好，还有各位观众大家好。祁大哥，我当然第一个问题我想请教一下，说像这一次，这个礼拜一15号，中共的军机好多台，整个编队在这个台湾附近的海域这样的飞行，那刚好碰到这个美国前众议院的议长莱恩来到台湾来庆祝这个台湾关系法40周年的时候，那是不是中共这样的大规模这样的演训来讲，有它的背后有它的意图在？对这个问题，如果单纯的看是两岸，好像跟两岸有关嘛，但实际上是中国跟美国的两个大国的战略博弈。怎么说？怎么说呢？就是说这两个大国本来就有一些相应的博弈，就任何一个大国起来一定会挑战现成的大国嘛，这是一定的。只是挑战的方式不一样，中美之间未来的挑战早就被人估计到，只是这个时间的问题。后来因为美国的川普总统上台啊，就提前到来，你应该晓得，过去川普上台以来嘛，他就发布了几部重要的文件，而且都针对中国。对，但很明显，就是说川普总统对未来过去20年美国对中国的政策持一个否定的态度。未来，不是未来，就是过去的20年，过去的20年的美国政策对中国的意思就是说，是跟中国交往，帮助中国融入国际社会，成为一个良性的伙伴。结果养虎为患嘛。结果后来发现并不是这样，结果发现中国壮大起来以后，而且它是用不公平竞争方式壮大起来，这是从美国的角度来说。现在它不但壮大了，而且它想要改变地区的游戏规则啊。想要自己成为一个，甚至于美国的判断是中国想要在印太地区取代美国，这个是在文件上都有讲的，在美国安全战略那个报告里面都写得都很清楚，写得那么直白啊。所以等于是美国想要把这个势力往这个太平洋、印太这边继续扩张，那这次中国这样的动作只是做一个回应而已咯。对，这是因为我刚刚讲过，大国跟大国之间早晚会有一些的碰撞跟对立。但是因为川普总统的上台，让这个事情提前到来，所以你可以看见川普之后的话，他就不断的去抬高了这个台湾的这个地缘战略地位的重要性啊，就台湾确实是在整个中国大陆的整个这个势力外溢的时候，它刚好是挡在这个最前面嘛，所以这个都是有它的必然性啊，这个整体来讲是中美的这个战略博弈下的两岸关系。那现在呢？为什么现在美国对台湾那么积极？从军事上的角度来讲，我们讲就3海东海、台海、南海这3个海嘛啊，他们叫做3海的这个战略吧。美国在南海相对来说，南海周边国家像菲律宾这些国家，它都是有盟邦关系的 ，alien 就是有盟邦关系的，所以这一块他觉得还可以。东海就不用讲，他跟日本美日安保联盟，台湾这一块他比较缺。因为它跟台湾没有邦交啊，有实质往来，但是没有邦交。但是而且这个实质往来主要还是文化经济的嘛，军事上也有，但是很有限，相对有限。那中国现在整个势力的外溢扩张的话，它要越过台湾，前出岛链到西太平洋，对吧？所以现在就等于说这个发生了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美国你可以看得出来，美国最近就是一直不断去填补。在台海上的一个战略上的一个空隙，它以前比较在这方面相对比较薄弱，现在你可以发现很明显啊，比如说从去年的7月到今年的3月，有6次美国的军舰经过台湾海峡。那不仅我们要看这个次数，我们更重要的还要看它什么军舰来。你比如说以前都是飞弹的这个驱逐舰，后来就发现有补给的船只，到今年3月25号是海警船只，越来越全面了，然后还有就是原来以前只有第7舰队，
现在连第3舰队都来了，你可以看得出来，美国在整个印太战略中间呢，战略是往前移的。为什么？因为原来是亚太再平衡，是只有亚太，现在是印太，就是把印度洋也拉进来了。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光一个太平洋这个第7舰队是不够的，因为它的这个防务就要往印度洋那个地方去嘛，对不对？所以它这边会有一些战力的不足，所以就把美国西岸的第3舰队的力量往前顶，就是以后整个印太地区会有2个舰队，比较可以支持它的这个战力的维系。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在中美2个大国的博弈的过程中，台海的地位、台湾的地位的地缘地位被提高了。那我们没有邦交，那用什么来定义我们呢？就 partner 嘛，伙伴关系。伙伴关系，你会发所以说，现在台湾在美国的战略定位里面是被定位在于伙伴关系，而不是以前那一种有点类似那种暧昧不明的关系吗？川普把它定义的更明确了吗？就是川普，你可以看到最近这他几年来发布的那种有关于战略安全的报告里面，他不断的强调要跟盟邦就进一步建立一个新的盟邦的关系，除了老盟邦这些国家以外，特别他突出的就是伙伴关系，因为有些国家跟他没有邦交的，其实大部分都跟他有邦交，那这个 partner 我们台湾就是所谓的伙伴呐，所以也就是说，美国把我们视为这种新的环境、新形势下的一个伙伴关系。那这个伙伴关系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一直在探讨的，就是在美国的整个印太战略的发展过程中，台湾站在什么位置？以前在冷战时间，我们很清楚，台湾是美国就是东西两边交战中间第一岛链的中心带，对不对？这个定义很清楚，在冷战是很清楚的。那冷战结束后，这个定义就开始模糊了。为什么？因为美国、中国都已经开始建交了，这个就开始模糊了。就台湾的地位开始在美国的视野是有点被弱化，但后来因为川普上来了，重新调整对中国的政策，所以台湾的地位这个时候突然上升了，又再一次的被凸显出来了，又再一次被凸显出来了。所以也就是说，现在我们所看到的，它的军机不断的绕台或前出岛链，对中国来说是针对美国，主要是针对美国。针对美国什么呢？怕美国的势力介入台海，所以它有一些预防性的措施。讲白了，就是在台海周边进行战场整个战场的经营，要熟悉这边的陌生海域、空域。你万一以后有事的话，他还比较能够掌握。所以他现在做的所有的东西就是形塑，这边是我的势力范围，你不能进来。形塑一个有利的战略态势，有利的战略态势。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能够适当的管控危机，因为美国还是要进来的。那么美国进来的话，一定会有些对峙，会有些摩擦。所以说，正如就是中国方面所讲的，他进行这样的演训动作，是为了要维护台海的和平稳定吗？这是他的说法，这是他的说法。就北京的立场来说，因为美国的介入会造成不确定，所以他必须要维持一定的兵力的平衡，才能够确保可能不会有战争。你晓得，双方任何一方有一方太弱的话，这个战争比较容易发生。因为我强者认为我根本不必跟你妥协嘛，就打过来嘛。就根本就不必跟你妥协。只有在一个情况下，双方比较可以维持一种平衡，我们叫恐怖平衡。像当年冷战的时候，美国跟苏联就是恐怖平衡。为什么？所以现在中国不断的升高它的筹码、它的本钱哦。对，不断的升高啊，所以他们两个都是核武国家，但美国是核武是最强的，那中国也有具备它一定的核武的力量啊，至少它已经具备了核反击的力量，所以在这个层次上是双方保持了一个相互恐怖平衡的。但你也晓得，谁能打核战呢？双方拥有核战的国家到现在都还没有直接较量过，都是用代理人战争的方式。像美国跟苏联以前在越南啊，在其他战场都是用代理人的方式。台湾会有机会成为美国代理人吗？这就是有人一直在从这个比较悲观的角度来讲说，台湾以后可能就是中美之间战略博弈的一个代理人的一种情况。像弃子咯，有点像这种感觉吗？还是没有那么夸张？我比较偏向就是说，有人说啊，跟美国走那么近，万一他放弃你怎么办？他出卖你怎么办？这种放弃、这种出卖，我觉得感情的字眼比较多
啊，我觉得在战略博弈里面没有感情的因素，只有国家利益的因素啊。你重要了，它就跟你连在一起；你不重要了，就无所谓。所以也就是说，我们要小心，在国际的舞台中间呢，今天的敌人未必不是未来的朋友，今天的朋友也未必能够保证以后都是朋友，所以才要很小心。所以在从战略的角度来讲说，不要放入太多的感情因素，无所谓放弃不放弃，你负我或我负你，就是以国家利益为主。重点是什么？重点是你要不断的让你的国家被人家觉得是非常值得的，是不能放弃的，对吧？所以说，现在美国所看的就是台湾自我防卫的决心，是这样的感觉吗？对，因为今天要讲这个美台军售嘛，那我讲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美台军售是根据这个台湾关系法，对不对？但你要注意看，台湾关系法的第3条有讲到，美国将对台湾提供这个防卫性武器。那这里面有一段密信，当年美国的国会是希望写这个美国对台湾提供武器，那个提供是 SHALL， shall 应该。这个 shall 的意思是有责成的意思，就是说必须要向台湾提供。那后来因为美国国会怕这样对行政部门压力太大，他把它改了，shall 把它改成 WILL， 将 will， 这一字之差很多，差在哪里呢 ？shall 的意思是说我必须要对台湾提供，但 will 的意思是说我有这个意愿提供，但是没有责成，没有强制性。好，那你就要问了，既然是这样子，为什么美国长久来还要对台湾提供军备呢？法律是并没有强制啊，没有强制，只是说他可能他有这个意愿嘛，叫得提供台湾嘛，对不对？可以，对不对？一个非常重要的2条因素，一个是美国对台湾民主的一个政治的承诺，因为台湾是一个民主国家，跟美国是一样的价值，这是他对台湾民主的发展的承诺。第二个就是台湾跟美国有共同的战略观，共同战略观就是对付共同敌人嘛，对付共同的敌人，对吧？那你要很小心，就是这种承诺，如果台湾民主倒退，那就不是民主了，对不对？那它会这个力道会减弱。所以为什么台湾民主很重要？台湾的民主就代表是跟美国是统一的价值观，他有这个意愿，特别是国会会帮助你。但如果你一旦民主倒退，你不是民主国家了，你实行其他的话，那美国就要考虑了。所以台湾的民主发展为什么那么重要的原因在这里。好，齐大哥，我们这边先停一下。今次比上半场的内容，下半场继续来关注礼拜嘅美国对台军售嘅实际嘅内容，还有美台之间未来可能嘅关系，不了后两国关系。欢迎观众朋友转到投入感现场。齐大哥，下半场我想接续上半场，您说到说这个美国对台军售是基于一个共同的民主的价值嘛？那他会不断的给台湾一些适当防卫性武器。那我们就来看，自从那川普政府上台之后，对台也有这个几波的军售。看17年的14.2亿，它内容都包括一些潜舰、战机，然后呢一些舰艇的飞弹或者是一些电战的系统的升级。然后18年的3.3亿美金，它主要是这个飞战机的一些后勤的东西。那来看最近的这个5亿美金的军售案，它就是 F-16的飞行员的训练跟后勤的一些东西。那我们其实蛮好奇的说，这种东西可以算是军售吗？军售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来看，第一个就是根据我们的军事战略指导，我们是什么？是防卫固守，多重吓阻。或者说重层吓阻，就说你的装备买来的装备是属于防卫固守的这一类的，还是吓阻的这一类？吓阻的意思就是有攻势作为的。我们现在整个来看哈，很清楚啊，就是防卫固守的成分比较大，比较多，攻势作为相对比较少。为什么呢？因为美国
还是希望在两岸之间维持某种程度的平衡。这个军售不是现在才这样子的，历来就是这样子，防卫固守的比例比较高，攻势是比较低的。可是大家都认为说，这种军售是不是应该，比如说卖一些战机啊这种？像我们最近有在讨论很多 F-16给台湾。你比如说，从战机来讲，我们主力战机有3款嘛，一个是 Mirage， 就是幻象2000，幻象2000在法国很有攻势作为，一卖到我们台湾，它是个高空拦截机，很多的作为把它拿掉了，是高空拦截防御的啊。IDF 是本土防御啊，真正有一点攻势的是 F-16，它除了制空可以制海，也可以对地打击，但是也相对有限，我们唯一空中的稍微算是有攻击的那个战术战斗机的是 F-16，是比较有一点攻击性。所以美国不断提供这方面的。对，那现在美国提供的是我们 F-16嘛？对，因为我们 F-16比较有一点攻势，所以后来我们买的也是 F-16V 嘛，它是比较有一点攻势作为，但总体来说是防卫固守，这是一个原则。第二个，军售有硬体跟软体啊，硬体就是我们所看到的这些硬式的装备嘛，战机啊、飞弹啊，这些都硬式。但往往军备中间很重要的一环是软体的啊，训练室啊，还有战力的整合，还有情报监视侦查，我们叫 ISR， 情报监视侦查。它虽然不是拳头，但它是眼睛啊、耳朵、鼻子，更重要。我问你啊，拳头大重要还是耳聪目明重要？都重要，但是你耳聪不目明，拳头大没有用嘛，你打空嘛，你看不到敌人，对吧？所以现在的军事来讲，拳头当然很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你的眼睛、你的耳朵，敏感性要高，你能看得远啊。所以现在你有没有发现，美国希望在前面那几项我们都可以看到嘛，情报监视侦查的东西会比较偏重，电战这种的，对，这些都是属于这一类，而且战力的整合很重要。你刚刚有谈到这次4月15号的，好像 F-15的这个战术训练啊 ，F-16战术训练，F-16到美国陆克基地的，不要小看这件事情，这就属于软体的部分。而且它属于美国应该说首次将这样的东西台面公开化嘛。对，以前比较少做的就是只是做没有说嘛。对，那我们 F-16我刚刚讲了 ，F-16是我们的战术战斗机，是有一点攻势作为的。那我们在美国训练，跟美军共同训练，美军现在是全世界实战能力最强的嘛，最强的。那我们不跟他学，跟谁学呢？所以我们可以从那一边美军知道现在的空战的技术是怎么样。那我个人认为啊，这一次可能有几个观察。第一个观察就是因为是 F-16去训练嘛，我们后续的美国帮我们提升的是 F-16V 嘛，有一种可能就是我们到那边去训练以后，把训练的这种成果把它移植到未来的 F-16V 上面，就等于说马上就可以战力就可以衔接了。我们现在要的是即时战力，美国现在给我们的都是即时战力，因为现在有差距嘛，希望能够在最短的时间让我们能够把战力提升，等于把自己养壮一点。因为有些装备是你要花10几年你才慢慢才能够建构战力，像潜舰，那到哪里去了？时间太晚了。现在就是要几年之内战力就要马上提升，最好的方法就是 F-16，在原有的基础上。那我个人判断，就是现在在 F-16在美国的训练，有可能在精进战术上能够很快的可以移植到 F-16V 上面，战力就可以马上衔接上了，这是一个。第二个，我觉得很需要观察的是，不要看这些只是一个软体，训练是最重要的。你没有实战的情况下，就是要有贴近实战的训练。我们在台湾周边的演训，说实在的，很难找到一个实战的东西，你不能真的进行这个所谓的火力打击嘛。了不起就是盯着这个共军飞行的路线走嘛，而且会怕引起不必要的误会嘛。但是你在美国那个陆克基地的话，你可以完全进行实战化的演练，这很重要。还有一点，你记得吗？就去年2019年财年，美国的国防授权法案，其中有2条涉及到台湾的，对不对？你要注意到，就是说有2条，第一个就是美国国防部要对台湾的整个防卫要有评估，6项评估。现在我不知道评估到什么程度，评估完了以后才知道台湾需要什么嘛。还有一个是国会的7项意见，这点我们要注意。其中有一点意见是非常重要的，叫做推动美台双方实战训练与军事演习的机会，这很重要。
所以这次军售就表现出来了。对呀，这就表现出来了，就是什么？就是实战训练嘛，这就是在推动了嘛，实战训练，但是还没有军事演习，所以这个我们要观察，所以也就是说，不要小看这个，好像不是飞机，不是船舰这些硬体的，往往软体的训练跟战力的整合才是更重要的。其实大哥，这次我们也观察到说，像这一次美国首次将以前长久以来我们的这种军事训练的东西，美台之间合作军事训练的东西，把它台面化，是不是也在宣告一些讯息呢？这个也有可能，但我不晓得美国的想法啊，也许也是媒体知道了就把它暴露出来了。但总而言之，这个讯息，美国如果刻意要让它放出来的话，就意味着美台之间的军事的交往啊，在持续，而且有可能进一步的强化。他可能有这个意识，但是我们认为这个讯息的背后，我们要看那个实质的。我刚刚就讲了，比如说国会的7项意见要推动双方实战训练，我们希望能够更精进。实战训练看起来马上就可以达到嘛，对不对？马上达到，而且现在听说是明年1年内就要生效嘛，1年内就要，然后还有军事演习，有可能吗？但是他是这么写的，但是如果有的话，那就是一个很大的进步，还有一个就是说，以前我们这边跟美国之间交往的时候，是我们派人去，比如说海军啊，我们只派海军的相关人员去谈。我觉得要有一个进步，就是不只是人去，是整个军舰去，那个交往不一样。因为像敦睦舰队的远洋这样子的感觉，就是你军舰去带着上面的官兵，是一整套去的训练，跟你只派人去回来再来讲那差很多。所以最好以后未来的训练就是不是我们不仅是人员去，主战装备跟人员一起要去。可是如果真的到这样的地步的话，难道对岸中共不会跳脚吗？这个不是我们的问题，这是美国自己他要评估，对不对？美国是根据什么呢？我刚刚讲了，根据2点，一个对台湾民主的政治承诺，这听起来好像有点空，对吧？是，但是美国人是注重这件事情的，你想想看，当台湾一个民主国家受到危难的时候，美国不出手，对他来讲是一个很负面的、很被动的。但是我觉得更重要的就是台美之间的有相同利益的战略观。我刚刚讲到，这是2条绳子在那边做 balance 的，所以台湾必须要跟美国保持一定的战略观。但是也许你可能会讲说，那会不会台湾出卖台湾的利益？那这中间就有很多的讲究了，不是那么简单。那也就是说，这2个台湾必须要保持民主更精进。第2个要跟美国保持一样的战略观，当然这不是以美国为主，还是以我们台湾的国家利益为主的共同的战略观。那现在看起来川普总统对台湾的民主的承诺在加强。第2个，双方的战略观呢，看起来川普更重视台湾现在的地缘战略地位，所以他后面不是有延伸出军费有提高了不管是还有一个军费，我刚刚忘了讲了，就是军费的军购的模式现在也改变了以前的话是一篮子的，你有一个没过就没过，现在是 case by case 个案审查以前呢，所以更容易通过了。对呀，以前是先发价书，同意了再报价。你知道发价书给他的时候，他往抽屉里面一放，哇，石沉大海了。但是报价书不行，报价书给他的时候，他120天内就要决定卖跟不卖。我们现在已经是直接跳到报价，等于走那个快速通关了。就是快速通，前面没有了，所以直接报价，报价120天内你不卖就不卖了，我们再选择别的，不要像以前发价书，哇，等好久。我曾经有人做过统计，我们曾经军费中间最长的中间是延至有51个月，51个月，哇，那等于是4年多的时间。对呀，51个月，那现在以后等于是说，我们觉得有需要我们就给他，那你同不同意？我至少在3个月内我可以掌握。对我们的好处是什么呢？我们军费的编列预算比较好编而且军费可以预期知道可不可以买得到，就它的可预测性变得很高了，变得很高，我们比较好编还有一种很麻烦，就是说，美国希望我们已经编好预算了，他才考虑，对不对？但问题我们很担心，就是我们预算编好了，你不卖呢，哇，我这个预算我怎么办？
你不卖，有这个情况，那你这个预算要跑到哪里去？是重新缴回国库呢，还是什么？所以这双方啊，我觉得双方现在在军购的问题上，越来越趋于理性，越来越趋于合理，朝向对台湾比较有利的方向去走。所以说，这个台湾方面，其实我们自己也要有一些这样的觉悟了吧？对呀，对呀。所以我们说实在的，要抓紧跟美国之间的一个战略协作互动。当然，这并不意味我们就可以不搞好两岸关系了。我觉得这是两条线啊，两岸关系也要顾。